再来看海巡署的中华查缉队采白伫南投的埔里一间果子园查到一间做薰的工厂，现场大约有7吨的原料，会当生产358000外包的薰，嘛有掠到一个嫌犯。专案小组是表示讲，这个薰敢有未到市面，爱个调查。专案嘛依照违反薰酒管理法，交予南投县政府处理。 查缉人员入去到这家铁厝所涉，查到一台光薰机，四界阁有未少白色的布袋，内底拢是嫌犯偷偷进口的歹的薰药丝。这含薰丝的，这有你拢加香精，这是纯烟，人讲的私烟。 查缉人员现场盘点，超出大约7吨的薰丝原料，按算会当做358000外包的薰，价值大约3580万，全拢当场扣起来。海巡署中华查缉队接到线报，南投埔里有人利用果子园的铁厝做掩护，实际上是咧偷做私薰。4月初8，会同专案小组去搜查，专案小组表示讲，嫌犯细数的查甫人用肥料做名，甲国外合法进口这批原料，不过实际上却是用来偷做私薰。私烟业者以肥料名义进口来台，再以机具加工切碎后，添加香精混杂烟丝卷成纸烟出售。 中华查缉队信后，甲嫌犯依照违反薰酒管理法，函送南投县府处分。专案小组表示讲，今麦私薰流出去的数量也搁爱追查。不过嫌犯的通路是以夜市啊、柑仔店也搁有越南店为主，提醒民众唔通食来路不明的薰。记者南投报道。